城市，找来找去也无看伊熟悉的人。阮有一位亲戚叫做阿良进嘛，也毋知搬对倒位去。黄昏的异乡，互阮感觉无限的稀微。妈妈。讲要替阮介绍去这部工厂做女工，妈妈，我一定要认真打拼，若会成功，我会倒转去你的身躯边啦。